依家係同心禱告嘅時間。1、2、3，大家低頭誠心祈禱。慈愛的父神，全地的上帝，我們要讚美你，你的大能彰顯天地，你賜下主耶穌聖靈，救贖我們，充滿我們。三位一體的神，我們要讚美你，你是獨一的真神，萬有的主宰。我們要讚美你，是獨一的真神，萬有的主宰。你是我們的道路、真理、生命光，是我們的橋梁、磐石、山寨、避難所。我們要堅心倚靠你，主耶穌。感謝你救贖我們脫離死亡，進入永恆國度，使我們在聖靈裏每天心意更新而改變，蒙生命的塑造。感謝主，信實的主，我們在你右邊而不致動搖。我們同心禱告，仰望你，感謝你給我們救贖的恩典及寶血印記，通過每個環境及人物塑造我們的品格。我們求你恩手拖帶我們每天經歷你。我們知道天色不會常藍，人生沒有風浪，你卻應允我們。洪水泛濫，你仍然坐著為王，掌管一切，因為你是平息風浪的神。我要堅心倚靠你，主啊！我們需要更深認識你，認識自己。求主幫助我們，每眼目注視主耶穌。主啊！我們都是罪人，我們中港台、以色列及列邦列國、萬邦萬族萬民都犯罪得罪了你。求主憐憫饒恕我們崇拜偶像、自私貪婪苦毒、主觀驕傲、淫亂詭詐、愚昧無知。求主潔淨我們。求主拯救我們歸向你，成為基督化的國家城市。主在我們身上得到榮耀，我們讚美主。求聖靈每天光照我們認罪而向神悔改，蒙主寶血洗淨，塗抹取消我們的罪孽，拯救我們脫離黑暗權勢，用寶血洗淨我們被罪惡遮蓋的心，使我們靈魂甦醒。求主拯救我們所有親戚朋友、男女老幼，在今生的年歲中歸向你，成為基督化的家庭，塑造我們成為敬畏神、高舉主耶穌禱告祭壇、讚美的祭壇，傳揚福音的勇士、神國精兵。求主塑造我們屬靈生命，渴慕主話語、熱愛聖經，成為合神心意的器皿。我們讚美主。求聖靈充滿並掌管我們靈魂體，堵塞一切破口，用水道潔淨教會，寶血塗抹遮蓋我們嘅家人，賜給我們靈魂體豐盛，加添我們依靠主的信心。我們奉主耶穌的名宣告，我們滿有神的平安喜樂恩澤充滿，主的道必堅固我們，寶血潔淨我們的心及嘴唇，要發出榮神益人的説話。感謝讚美主。求主塑造我們有謙卑順服受教的心，有屬神的品格、屬靈的生命，懂得珍惜眼前服侍的機會。聖靈開我們靈眼，靈裏甦醒反轉我們的生命。求主憐憫我們，不過是塵土，因為我們離了主便不能作什麼，所作也毫無意義。主啊，感謝你一直帶領籌款購堂之時，讓我們看見你大能的膀臂一直與我們同在。主啊，通州街200號 B、C 兩個單位，現在業主開價2000萬賣給我們。主啊，我們想用1500至1550萬買這通州街200號 B、C 兩個單位。這兩個單位 B 單位要2026年1月才能收翻，C 鋪要2028年3月才能收翻。主啊，這地方如果合你心意嘅，求主你明示，我們需要印證。如果不合神的心意，求主關門；如果合主的心意，求主攞走一切嘅阻攔。祝福 B、C 鋪租客，蒙主拯救得救恩，祝福他們生意興旺。求主帶領他們有感動，有2026年全部搬嚟 B、C 鋪，方便教會接收裝修。感謝主，求主雲柱火柱帶領並堅固我們服侍的所有事工，潔淨我們滿身的污穢，塑造我們成為聖潔的孩子。主啊，我們的指望在乎你，你必在教會我們身上得到最大的榮耀。你是配得我們讚美的主。主啊，生命交給你，求主阻攔僕人犯罪的心，求主潔淨我們每天隱而未現、顯而易見的罪孽，斬斷家族咒詛及我們老我敗壞、不自義驕傲、虛假貪婪的鎖鏈轄制，引導我們行走成聖的道路。求主憐憫醫治剛因症弟兄的腳痛、糖尿病、頭暈、牙周病的惡化，求主醫治。我們將宿舍弟兄全部交託，求主醫治他們身上所有疾病，保守他們靈魂體興盛，恩手堅固他們生命扎根磐石被主重用。
求主保守他們能完全脫離毒癮的捆綁，能經歷主更多，被主重用。感謝恩主，天父請求你饒恕我們中港台所有人的過犯罪孽，拯救所有未信主的靈魂，拯救以色列列邦列國歸主名下。主啊，我們世人犯罪得罪你，求主憐憫拯救我們是罪人，我們需要你。求主救恩大能改變我們成為基督化的國家，成為依靠主禱告的祭壇，高舉和宣揚耶穌的國家。求主成就。主啊，你必笑臉幫助我們。求主塑造全備教會成為禱告祭壇，火熱宣教的教會，高舉主耶穌讚美的祭壇。求主塑造我們每個弟兄姊妹有屬靈生命的成長，每個家庭都蒙恩得救，病患得醫治，經歷主渴慕主更深認識主重要，認識到真正的自己。求聖靈復興的火燃燒我們的生命。求主憐憫堅固華啲學民五仔進嘅少男志願敬畏勤誠家倫耀輝智輝自從天越國強蒙主垂憐憎恨毒品討厭毒品。求主憐憫拯救所有吸毒者反轉他們的生命，從撒旦手中拯救這些靈魂回歸轉向主，生命經歷主見證主蒙恩得救。感謝主。求主醫治陳喬開牧師眼睛眼底角膜的問題。求主藉醫生的手醫治陳牧師的眼睛，使眼睛明亮，手腳強壯有力，血管流暢，靈魂體興盛。求主醫治柳師母楊麗絲癱瘓的身體能夠站立，能夠恢復健康。感謝主。求主保守做了淋巴手術的陳國信弟兄身體健康強壯，保守弟兄每天在主裏面平安喜樂，如鷹展翅，靈裏豐滿。求主賜福全體教會每一位肢體蒙主恩寵聖靈充滿，恩膏我們能為主發光發熱，靈裏豐盛，家庭平安蒙恩得救。求主醫治羅玉元和平姊妹乳腺的增生，求主賜給他們經歷主憐憫醫治，賜給他們健康強壯的身體，靈魂體興盛。求主保守小約瑟健康成長，求神的旨意成就在這個家庭中，堅固這個家庭道路不偏離神的道路，被主重用。感謝主。求主保守智輝何麗霞嘉倫許寶葉林文照羅曉斌每天有香甜睡眠。求主保守要做了腰椎手術的黃俊傑弟兄，保守裏外的傷口完全康復。感謝主。求主醫治李志輝弟兄腰椎盤突出，保守弟兄的健康。求主垂憐。求主醫治羅霞的腱鞘炎，求主恩手撫摸頭髮濃密，求主醫治膽管發炎、膽結石，使一切恢復美好及健康，能經歷恩主的醫治。求主恩手撫摸盧子玲，憐憫醫治他的眼睛，使眼睛明亮清晰。感謝主。求主憐憫醫治賴玉健姊妹的心臟病，在主恩手中強而有力，跳躍正常，經歷主大能的動作。感謝主。求主藉環境塑造全備教會每個弟兄姊妹能有愛神愛人的心，長得滿有耶穌基督的身量。求主雕琢塑造我們成為合神心意的器皿，神的旨意心意成就在這個我們的身上，靈魂體興盛。感謝主。求主醫治韓乃芳弟兄的痛風症，使弟兄腿腳有力，經歷主憐憫醫治。求主醫治陶月秀姊妹的青光眼，使眼睛明亮清晰。求主醫治姊妹甲狀腺腫脹和精神病患，求主憐憫醫治。求主恩待曾道春和平姊妹，醫治他們的肝膿，將一切的病患都粉碎而退去，賜給他們靈魂體興盛，睡眠香甜，賜給他們神的加倍榮耀，平安健康，被主重用。求主幫助羅宇恩姊妹能認真讀書，考上大學。求主安排愛神愛人的心的基督徒陪伴我們的兒女和晚輩成長，不偏離神的道路，保守他們出入平安，被主塑造，未來能被主重用，榮耀主名。求主醫治嘉倫華典胡偉權弟兄的幻聽，用恩手撫摸，從裏到外的潔淨根治，除去一切擾亂。他們要聆聽神寶貴的聲音，求主在他們身上得榮耀。求主憐憫胡偉權弟兄，用恩手撫摸頸部，使一切的脹痛和凍痛都被根治。求主醫治弟兄腹腔內的脹痛，求主醫治他的腎石，保守弟兄病得根治，靈魂體興盛。求主醫治呂雪珍的半月板撕裂，使半月板恢復最健康的狀態。主啊，求你保護賜福這個孩子，我們仰望你，感謝讚美你。求主憐憫醫治高學文弟兄肝酵素超標10倍，求主堅固他在耶穌裏脫離毒品捆綁，
病得醫治。求主保守燃點傳福音的火，每一位街頭報道的隊長及肢體得人如得魚，生命豐盛，家庭蒙恩得救，平安健康，實愛神愛人，加添心力人力，團隊傳福音榮耀主名。求主拯救及堅固腳踏入嚟傳備教會所有弟兄姊妹們，憐憫拯救我們的家族所有親人們歸向主，寶血再次潔淨我們，恩手撫摸我們，強化我們及親人們身體的免疫和抵抗能力，拖帶我們度過每天。主啊，因為我們的存活在乎你，感謝主，禱告仰望交託，奉賴我主耶穌基督得勝名求。阿門。好啦，今日嘅主日崇拜係結束㗎，咁大家安坐喺座位嗰度。